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中偏度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。第34课，读讲练习。这安怎讲？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。第二，这安怎讲？千变万化，千变万化。第三，这安怎讲？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第四，这安怎讲？合家平安，合家平安。第五，这安怎讲？心满意足，心满意足。第六，这安怎讲？气身劳命，气身劳命。第七，这安怎讲？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。第八，这安怎讲？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。第九，这安怎讲？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。第十，这安怎讲？情有可原，情有可原。11，这安怎讲？将心比心，将心比心。12，这安怎讲？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。14，这安怎讲？四无对症，四无对症。14，这安怎讲？春风化雨，春风化雨。15，这安怎讲？稳重如山，稳重如山。16，这安怎讲？终身大事，终身大事。17，这安怎讲？17，这安怎讲？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18，这安怎讲？万古流芳，万古流芳。19，这安怎讲？尽忠报国，尽忠报国。20，这安怎讲？威风凛凛，威风凛凛。作者：陈树忠，校对者：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